來講，立法院通過刑事訴訟法的修正案，假毒賽車是立起預防性羈押，5月13公告，5月15正式生效。也佇咧高雄，都有一個查甫人，伊5月14下晡是涉嫌假毒賽車弄到80歲烏子桑。這個烏子桑呢，傷勢傷過嚴重，送去病院悠然救無回來。也高雄地檢署是按照新法向法院聲押這個查甫人來核准，這正做全國第一例。白色修理車對攏騎機車人了後，無停車查看，抑閣繼續往頭前駛，一直到有人落去閘才停落來。黃長龍80歲老先生受傷重，送醫了後死亡。砰一聲，然後我轉頭看，就看到車子在阿伯掉下前面，在那個車頭，然後碾過去，然後碾過去，他繼續往前開，他有一個年輕人追上去，去擋他。這是下晝3點多，高雄香港區高雄路甲三田路口發生嚴重車禍意外，附近的民眾攏出門關心。警方隨即對惹事的查甫人實施毒品喙瘻快篩甲尿液檢測。涉事查甫人涉嫌毒駕惹事致死，檢方以刑事訴訟法修正案擴大預防性羈押適用範圍，向法院聲押核准，正做全國首例。依照昨日總統公布新修正生效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一，擴大預防性羈押適用範圍之規定，向法院申請羈押獲准。今年3月，同款在小港區姓楊查甫人毒駕衝撞騎機車的女子死亡，老大3個囡仔引起社會關注，而且這2年毒駕案有增加趨勢。除了擴大預防性羈押新制實施，警政署也公布新作業定數，疑似毒駕快篩陽性，會當以現行犯逮捕。檢警攏強調對毒駕強烈執法一定嚴定到底。記者綜合報道。